哋今晚好開心啦，可以邀請到兩位嘅主創，分別由我哋舞團嘅藝術總監楊濤先生，亦都係今次節目嘅編舞啦，同埋仲有我哋今次演出嘅作曲同埋特別演出Ivana何燕姿，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我哋同埋呢個舞蹈師個中一啲嘅創作歷程嘅，好多謝兩位。咁喺今次製作入邊啦，我哋使用到有舞蹈啦、音樂啦，同埋唔同嘅一啲視覺嘅元素融合，去就吳冠中先生大師一啲畫作中嘅繪畫嘅風格啦，同埋精神去展開一啲想像同創作咁樣嘅。咁我哋今次都好開心，第一次可以同Ivana合作啦。咁其實多謝你。其實我哋睇吳冠中先生嘅畫作入邊有好多一啲展示面一啲視覺嘅元素啦，都想訪問一下Ivana點樣將呢啲視覺嘅元素其實化為你音樂上一啲創作嘅靈感咁樣嘅。其實我都唔知啊，我覺得藝術就係咁樣噶，佢就係唔係要咁樣去分析咯，所以我唔知啊。但係佢俾我嘅感覺係乜嘢？佢留喺我個心度嘅係乜嘢嘅畫面？呢一幅作品同我之間係一個專屬嘅對話嚟嘅。每一個觀眾睇同一幅畫都有唔同嘅感覺，勾起唔同嘅回憶，創造自己唔同嘅 story。我睇吳冠中老師嘅畫，諗起香港舞蹈團每一位舞者嘅律動，咁我就會腦裏面響起一啲音符，係一個好純粹同埋好直接、好細膩嘅捕捉嚟嘅。咁我想好多謝楊老師，Oh my God！ 老師俾咗好多空間俾我去發揮，呢個係不可多得嘅。直情係連嗰幅畫嗰個 canvas 都冇啊，係嗰個框以外都係我可以遊走嘅空間。咁所以我諗每一個藝術家喺聚埋一齊做呢一個 project 都係因為有呢一個空間嘅碰撞，而大家好多嘢都係不言而喻，已經 feel 到哦，嗰一陣係一陣乜嘢嚟嘅咧？哦，原來嗰個意境係點樣？用文字用説話未必可以講到出，所以要用舞蹈，所以要用音樂。多謝Ivana分享。喺吳冠中嘅畫作入邊咧，好多時都融合咗一啲我哋傳統水墨畫嘅一啲嘅意境韻味啦，同埋一啲西方藝術一啲嘅結構嘅同埋形式嘅主義咁樣啦。咁喺今次嘅演出嘅音樂入邊咧，都留意到Ivana用咗好多唔同中西樂一啲配器嘅運用嘅混合啦。譬如一啲中式好澎湃一啲嘅鑼鼓啊、鼓樂啊，亦都有一啲係西方嘅弦樂啊，同埋喺今次嘅演出入邊咧，都有一個二胡啦，同埋中提琴一個現場嘅演奏啦。都想訪問一下Ivana啦，其實你去考慮啲配器上係有啲咩特別嘅考慮咧？會唔會係因為個別一啲樂器嘅音色特別打動到你咁樣嘅？呢個咧係有兩個層面嘅，第一就係吳冠中老師嘅畫俾我嘅感覺係中音為一個主軸，喺呢一塊度，但係佢嗰啲零碎嘅點點咧，又會令到我覺得佢有呢一個嘅起伏，但係佢個底蘊其實吳老師嘅 story 佢嘅經歷同埋佢即係作畫嘅成個歷史嘅背景，其實係好豐厚，好多經歷，好多故事。亦都貫穿中西，所以其實底蘊亦都有一個好實淨嘅行緊嘅一個好似時間軸咁樣嘅共鳴喺個底，俾我嘅感覺係咁。即係一諗起就係二胡、中提琴，老師你中唔中意中提琴？跟住老師話最中意就係中提琴，係咪㗎？咁樣？冇錯。所以就特別邀請咗兩位老師。中提琴同埋二胡去演奏呢啲 lines 嘅，係。同埋之前咧都留意過Ivana啲嘅訪問啦，你講到話
本中畫作一個留白嘅概念，其實成日都會呈現得到。但係音樂上要諗點樣去留白咧，其實都係好花心思。可唔可以分享下當中一啲挑戰啊，或者思考過程？由於係完全冇框嘅狀態，留白可以係一個休止符，佢可以係一個無盡頭嘅休止符，要停頓冇聲嘅，亦都可以係因為佢係留白，所以你可以填任何嘅想像落去，佢可以係好豐富，亦都可以係好多層嘅聲音。我覺得喺呢一種嘅狀態底下，就好靠同楊老師之間嘅溝通。老師覺得呢一幕佢想呈現嘅嗰啲影，嗰一種嘅孤寂，或者嗰一種嘅自得其樂，係一種乜嘢嘅心情，咁我就會去捕捉。其實成個創作過程，係好靠同楊老師之間嘅溝通去 develop for 舞者嘅 briefing，for 成個演出嘅每一個章節嘅貫穿，成為一個整體嘅 picture， 希望可以做到楊老師心目中佢想呈現嘅嗰個世界。所以一路寫嘅時候，其實一路就同楊老師一路溝通。係，多謝你翻啦。咁講到話音樂同埋舞蹈上嗰個溝通同編排咧，都想問一問楊生啦。其實喺今次演出嗰個序幕一開場嘅時候，我覺得都好特別嘅，因為我哋舞台上開始嘅時候係一片漆黑啦，然後就聽到Ivana有現場演唱一啲比較即興一啲聲音嘅哼唱嘅部分，再同我哋舞蹈員去互動嘅。都想了解下，其實呢一個舞蹈編排係背後嘅構思係點樣出嚟嘅咧？係咪同 Ivana jam 出嚟嘅咧？係啊，第一次好似我哋見面嘅時候，你就好似表達咗呢個諗法。係啊。但係我嗰陣時話，我帶住先，唔知即係唔知擺喺邊度。係。咁後尾排下，覺得哎呀死啦，唔知點開始。然後突然之間諗到你用咁樣嘅一個諗法，然後就好似要同你傾咗一下，你話好啊，然後我哋就嚟。因為咧，我覺得呢個係基於一個互相非常之信任嘅決定嚟嘅，就係我好相信舞王之王咧，我哋嘅首席舞者智星，佢係會喺任何狀態，佢聽到任何嘅音樂，佢都會有佢自己嘅想像同發揮。而我 feel 到 audience 同我嗰個關係，嗰個空間喺黑暗裏邊會係點？我會有一啲嘅即時想表達嘅聲音。咁係互相嘅呢一種信任，每一晚每一次都會唔同，但係都會知道係一齊編織緊一個開場白，一個序幕，係帶住呢種心情去做咯。呢一 part 係場都唔同嘅。係啊。其實當下。好，咁多謝兩位嘅分享啦。我哋都想趁呢個時候咧，開放多啲時間俾觀眾啦，同埋我哋兩位主創去交流嘅。咁如果在場觀眾有問題或者一啲特別嘅想法想分享咧，歡迎你舉手示意嘅。我哋在場有同事會帶咩俾你？係呢位先生。Hello 兩位，我想問多少少關於音樂製作方面咧，for Ivana，我聽前段嘅音樂咧，會 feel 到一陣比較好 soft、好 melancholy 嘅音樂咁樣啦。佢哋後尾可能我成嗰度比較即係 rock 少少啦，有啲電子多啲。你會唔會喺同喺睇吳老師嘅畫作，或者同舞者嘅溝通裡面，其實 feel 到其實嗰啲畫作係比較有呢種得少少嘅感覺，令到你嘅音樂會有多少少嗰個喺嗰度嘅調整，定還是你純粹即係 feel 到可能啲音符係可能嗰啲畫作係比較黑色多啲，咁你可能即係水分多啲，你就 feel 到可能用多少少揸少少或者低層、中低層啲嘅表達方法咧。Thank you。Thank you。我唔知。因為創作就係咁樣，即係當然我係好 inspired by 每一幅畫，譬如喺智星望住嗰埲牆，即係大家主題嘅見到嘅嗰幅作品，嗰啲橫線直線，其實
候，就會諗起香港好都市係好忙碌，好忙碌喺啲小巷之中穿插，但大家各有各自己嘅生活，好似唔相識，但係佢哋又會交匯嘅。佢俾我嘅感覺係咁，於是我就好直接，就係好想將好多香港會出現嘅聲音，同埋嗰種節奏，嗰種好快速，但係又會裏邊有好多火花，好多好精彩嘅片段，就令我諗起想做呢個 beat， 想做好多唔同嘅聲效，有飛機啊，有 market 又有大家忙碌要上班嘅時候啊，即各式各樣嘅呢啲對大家嘅生活嘅想像，令我想用呢啲聲音融入去呢一個 piece 咁咯。咁如果好似留白多啲嘅，佢會真係俾我嘅意境闊啲，再加埋即係多咗了解吳老師嘅嗰個背景，或者佢嘅鄉愁，或者點解佢會某一啲水鄉、某一啲嘅畫，佢會成日都會畫啊。咁我都會跌入我嗰個想像空間，就係當佢心裏邊掛住另外一啲人同物，眼前望見嘅係呢個水同埋山同埋呢個影，究竟係一個咩感受咧？嗰個留白嘅空間都會寬啲大。多謝你們觀眾嘅問題。前面啲嘅觀眾，同時等等你哋啊。你好，我係 Hillary 啊。我想問兩位喺你哋創作到你哋真正呈現出嚟嘅畫面，有冇邊一 part 係最 surprise 你哋兩位？會有個老師你講先啦。呢個問題係即係。係，我諗我去到舞台真係，譬如話因為成個舞台除咗音樂舞蹈，我哋仲有一啲形象同埋燈光做啦，同埋成個舞台嘅嗰個佈景。咁我就比較有一段長嘅嗰段 solo 兩段啦，或者成個長嘅嗰一段，我自己係覺得真係去到劇場舞台同埋啲燈光成個效果係，我覺得先至係超出咗我自己排嗰段嘅嗰個想像啦。係啦，呢個就係呢一段係。多謝你哋觀眾同埋人生。係其實咧，我好深刻係有一天老師同我講話，我想要一段極簡音樂。跟住我咧就係呢個呼吸係咁樣嚟嘅。咁我就聽到個極簡音樂之後，我話老師 ，Are you sure？ 可以7個鐘嘅喎，你極簡音樂一個音可以拖7個鐘喎。OK，let's do it。跟住就突然間喺 Shadow 嗰個 piece 都係呢個 show 裏邊最長嘅嗰個 piece 係18分鐘嘅，喺藤傑同直巷嗰兩場。係啊。嗰個我真係好多謝老師你鼓勵我去用極簡音樂。我而家長坐喺側邊睇，喊得最勁就係呢一幕。因為當所有嘅樂器你填滿嘅時候，有時就係要學識抽空、簡化、減去一啲枝節，原來會仲清楚，嗰個情感反而更加出、更加立體、更加真實。所以我自己最深刻嘅係，未必係最多 layers 嘅嗰一啲 piece， 反而係極簡嘅嗰一段。我係好感動嘅自己都，同埋睇到舞者每一次佢聽住個音樂嗰種變化，同埋每一個動作好細膩、好極致去演繹呢一個。佢可能聽到一個音嘅啫喎，但係佢可以有咁多嘅想像，願意用咁多嘅力量去做好每一下，係好感動。好多謝女觀眾同結婚啦，係。嗰邊有位戴眼鏡嘅男士。你好，
哋可唔可以講一講簡單，係即係點樣合作嗰個作曲同埋你嗰個舞蹈係邊個先？你哋點樣溝通？同埋你哋係即係對於呢個藝術家，你哋係點樣？有冇話揀佢邊一啲作品、邊一個時期嚟表現出嚟咧？係啦，一兩個咯，即係嗰個點解會由好慢變好快？我諗呢個係一個好自然嘅流動，就係、由一個演出至到一個小小嘅諗法，都係會先靜止落嚟，將好多嘢沉澱，先至慢慢展開。我覺得人生裏邊都係咁樣，好似頭先呢位朋友講，一餐飯可能都係咁，大家埋位祈禱，睇下有咩餸食，跟住越傾咧就飲多兩杯，就哇咁樣，即係其實係好人性嘅一樣嘢嚟嘅。咁當然 technically 音樂上嘅佈局都會係咁，即係慢慢先將大家喺城市裏邊忙碌趕過嚟聽音樂嘅，可能要聚埋一齊，需要一個靜嘅氣場，需要大家有一個時間都同我哋一齊呼吸，跟住先至進入我哋嘅世界。多謝各位觀眾嘅問題。咁我哋今晚嘅演藝同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好再次多謝楊生同埋葉丹娜參與我哋今次嘅分享同埋交流。咁我哋嘅節目依家5分鐘想問問咧，聽日仲有最後一場演出係下午3點嘅。如果各位觀眾喜歡今次嘅演出，希望你推介俾身邊嘅親朋戚友再嚟欣賞啦。咁希望我哋劇場再見，多謝各位。